有啲人話咧我哋有時間咧做啲乜咁啦，但係呢度係英國嚟嘅，就冇乜可能。即係我哋要做啲乜嘢啊，要點樣自己進步啊，要創業又好。呢度咧係工業革命嘅發源地嚟嘅，係決定咗現代人咧每個人咧都係一個禮拜7日要返5日工嘅，冇乜時間剩嘅啫，休息啊都冇噶啦。咁咧，然後咧佢亦都係學校嘅發揚地咯。以前嘅人唔使返學噶嘛，咁咧佢呢個返學就係咧令到你習慣咗一種嘅規律制度，一種嘅所謂安全感。咁啊呢種模式，呢兩樣嘢加埋之後咧，你係冇時間去諗多餘嘅嘢，因為呢一個就係呢個就係呢種嘅結構資本去劃定規則嘅結構下，每個人嘅人生就會係好單一嘅，係冇好穩定。